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火炭星海提案分行嘅 Angel， 今日會同大家嚟到火炭站御龍山睇一個實用面積1409尺、市場罕有、望開揚全馬場景嘅優質筍盤。呢個單位嘅間隔係4房雙套加工人套房。我哋而家一齊睇下。我哋今次睇嘅單位位於屋苑嘅8座，實用面積1409尺。單位屬於市場上比較罕有嘅放盤。望開揚嘅全馬場景，除咗望到全馬場景之外，近望仲可以望晒成個屋苑嘅會所內園，離遠仲望到城門河嘅河景同埋山景。客廳間隔方正，面積寬敞，有足夠嘅位置放到梳化同埋電視櫃，牆身夠闊，可擺放多個儲物櫃都冇問題。落地玻璃採光度十足，單位係長形嘅兩邊廳間隔，客飯廳分明。而另一邊嘅位置就係飯廳，可擺放大型餐台都冇問題。廚房面積寬敞，廚櫃有足夠嘅收納空間，放到大雪櫃同洗衣機、微波爐、焗爐一應俱全。廚房入邊嘅工人房係套房嚟嘅，有獨立嘅洗手間。穿過走廊第一間嚟到嘅係洗手間。保養得宜，係用浴缸嘅。第一間睡房間隔方正，可擺放單人床同衣櫃。第二間睡房同樣放到單人床同衣櫃。第三間睡房，除咗可以放到雙人床同訂做衣櫃之外，呢一間係間套房嚟嘅，有獨立嘅洗手間。主人套房面積寬敞，除咗可以放到雙人床之外，仲可以放到衣櫃。呢間房望到開揚嘅全馬場景。洗手間係雙洗手盆嘅設計，有窗空氣流通，同時設有浴缸同埋旗杆。